今日我哋以上帝的愛為主題，同大家一齊查考上帝嘅話語。好耐以前，有兔仔一家，仔仔漸漸長大，同時漸漸學識講嘢，外表睇落非常可愛。有一日，佢同兔爸爸喺田野散步，享受春天溫暖嘅陽光。呢個時候，佢突然問爸爸：爸爸，你係唔係好愛我啊？當然，我好愛你。咁你愛我有冇咁多？講嘅時候，佢張開雙臂，因為佢仲係細路仔，所以無論手臂張得有幾開，都係唔能夠伸到好遠。於是爸爸話：我愛你，我嘅愛比起咁樣更加多。爸爸都張開手臂，比仔仔伸到更遠。仔仔覺得明明係自己更愛爸爸，但張開嘅雙臂同爸爸嘅比較嘅話，仲未到一半咁闊。所以佢諗，點樣先能夠表達出我更愛爸爸呢？然後佢開始向上跳，一邊講我對爸爸嘅愛有咁多。雖然佢用盡全力跳，但因為仲係細路仔，腳上嘅肌肉仲未完全發育，跳唔到幾高。爸爸，你有幾愛我？兔爸爸話：我對你嘅愛有咁多。佢跳起，跳得好高，甚至耳仔都掂到好高嘅樹枝。雖然仔仔覺得自己都係同樣好愛爸爸，但無論點樣都冇辦法同爸爸嘅愛比較。透過呢個故事，我想傳達嘅係，無論我哋有幾咁愛上帝，相比上帝對我哋嘅愛，仲未到一半、1/10，甚至1/100。呢個故事係我咁啱喺一本童話書裏面睇到嘅。無論子女有幾咁愛父母，愛嘅深度都係有限嘅。但係父母嘅愛，無論表現得幾咁含蓄，都總係偉大又深厚。亦即係話，對於父母嘅愛，無法比較有幾高，都無法比較有幾闊。所以，我哋今日要學習嘅係，只有正確理解上帝嘅愛，福音先能夠迅速完成，我哋先能夠正確遵行所有上帝恩賜嘅律例、規例同法度。喺呢個時代，如果冇正確理解上帝嘅愛，只係盲目咁返教會、傳道、參與福音活動，咁樣堅持唔到幾耐，就會感覺心力耗盡咗。相反，如果對上帝嘅愛有正確嘅理解，我諗就算持續參與福音100年、1000年，都唔成問題。唔係嘅話，最終會變成為咗自己嘅快樂同自我滿足而傳福音，並且都唔明白上帝所願嘅福音蘊含乜嘢意義，只當成係一種義務。之後好快就會覺得好攰、厭倦、辛苦，亦都唔覺得開心。所以我哋要多多學習聖經裏面嘅教導，從中揣摩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嘅愛，並且帶住常常喜樂同感謝嘅心，行福音之路。跟住我哋一齊透過約翰福音3章16節，了解一下上帝嘅愛。
3章16節。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非常愛惜呢個世界，同埋生活喺呢個世界嘅子女。正因為咁，上帝作為獨生子嚟到世上，為咗子女喺十字架上犧牲，留下寶貴嘅血，我哋嘅罪先能夠得到赦免，從而領受救恩。所以，約翰福音3章先會記錄上帝愛惜世上嘅佢嘅子女，佢嘅百姓。我哋都透過以賽亞書53章詳細咁睇下上帝係點樣愛我哋。睇下以賽亞書53章1節。以賽亞書53章1節，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圓潤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4節，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而拔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與偉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以賽亞先知預言，上帝為我哋嘅過犯受害，為我哋嘅罪而達傷。通過呢個預言，我哋可以睇到父親母親上帝為子女承擔一切罪過，走過背負重擔嘅人生。雖然冇人話過俾我哋知，但係睇到呢個內容之後，
就能夠明白，上帝為咗引導同拯救我哋而盡心盡力，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聖經當中有好多誡命，其中最大嘅誡命係乜嘢呢？我哋睇下馬太福音22章35節。22章35節，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無論我哋嘅手臂張得有幾開，都冇辦法達到上帝賜予我哋嘅愛嘅闊度。無論我哋跳得幾高，去表達我哋嘅愛，都冇辦法達到同上帝一樣嘅高度。上帝擔當咗我哋所有嘅罪同過犯，就算覺得痛苦嘅時候，都冇講過我好痛苦；就算覺得攰，一句都冇抱怨過。上帝傾注一切，只係為咗將我哋呢啲子女從罪中拯救出嚟。所以馬太福音22章記錄，我哋要點樣呢？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當然，最大嘅誡命都係指緊新約逾越節裏面嘅耶穌嘅肉同血，但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要正確理解父親母親嘅愛，咁樣去做福音，建立信心，先能夠以完全嘅信心去實踐。擁有信心並唔係為咗俾人睇，都唔係為咗得到其他人嘅認同。我哋完全跟隨上帝嘅道路，係為咗維繫同上帝之間嘅關係。聖經教導我哋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呢度係敦促我哋首先要擁有愛主即上帝嘅信心。喺遇到少少困難嘅時候，我哋會講好攰、好辛苦，因為事情唔係如我哋所願，所以覺得惆悵。呢個似乎係人嘅本性，但係上帝為咗我哋克制自己唔做想做嘅嘢，為咗拯救子女，獻上自己嘅一生。所以我哋唔能夠單純以上帝喺十字架上流血嚟理解父親母親無限嘅犧牲同愛。我哋要明白，上帝係以更大嘅犧牲造就咗今日嘅我哋，同埋新約逾越節。就算我哋盡心、盡性、盡意咁愛上帝，上帝俾我哋嘅愛總係更大，遠遠高於我哋付出嘅愛。我哋絕對唔可以忘記呢一點。當我哋完全領悟天上父親母親嘅愛，先能夠恢復原本嘅模樣。哥林多前書15章記錄，我哋會喺一霎時、眨眼之間點樣呢？得到改變，必朽壞嘅身體變成不朽壞嘅，喺一瞬間得到改變。呢個榮耀嘅日子好快會嚟到。關鍵在於我哋係唔係理解上帝嘅愛。為咗讓我哋領悟呢份愛，上帝先至賦予我哋傳道嘅使命，
讓我哋跟隨同經歷父親母親走過嘅路。而家全世界所有聖徒都好熱心咁參與呢個事工，無論環境係好定壞，都冇停低過傳道嘅腳步。雖然每個人嘅處境同位置都唔同，但係我相信喺稍微艱難嘅地方做福音嘅人，更加能夠感受到上帝嘅愛。當然，喺好嘅環境下做福音都好好。不過喺艱難嘅條件同環境下做福音嘅時候，我哋更加能夠充分體會父親嘅犧牲同母親早期嘅苦難。所以今日嘅主題係上帝嘅愛。初代教會嘅聖徒們因為深深咁領悟到上帝嘅愛，所以即使遭受無數嘅患難同逼迫，甚至被羅馬暴君掟入羅馬競技場餵獅子，佢哋都將殉教視為莫大嘅榮耀。我哋睇下《使徒行傳》20章，《使徒行傳》20章22節。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裏要遇見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往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使徒保羅因為完全領悟到基督，即上帝嘅愛，所以先擁有呢種信心。領悟咗上帝嘅愛之後，佢話為咗傳福音而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睇第21章，一齊睇21章10節。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加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羅說：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無論係使徒保羅嘅精神，定係初代教會聖徒們嘅信心，佢哋對上帝始終如一嘅愛，都好令人讚嘆。單單係因為相信耶穌，佢哋就被捉去做人肉蠟燭。但即使要遭受國家施行嘅各種懲罰同刑罰，佢哋都冇諗過逃避，從不屈服。反而話上帝施予我哋嘅愛何等偉大。佢哋對基督擁有熱切嘅信心，並盼望得到基督所應許嘅上帝之國。佢哋始終心懷基督嘅教導，永遠嘅天國係你哋嘅，所以無論有邊個試圖奪去你哋嘅信心，都絕對唔能夠失去。佢哋被戲弄、鞭打、捆鎖、監禁，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被刀殺，受窮乏、患難同苦害。我哋會遇到呢種情況嘅幾率，應該連1/10，甚至1%都冇。同初代教會相比，上帝已經減輕咗呢個時代嘅教會所遭受嘅逼迫。即使喺呢種情況下，佢哋嘅信心都冇動搖。
因為佢哋每日都回想同感受到上帝施予嘅愛，所以無論有點樣嘅逼迫同苦難，佢哋都唔會放棄信心之路。我哋再睇下初代教會嘅情況同狀態，一齊睇羅馬書8章35節。羅馬書8章35節，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點樣呢？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意味住喺呢個世界上冇嘢可以隔絕上帝同我哋之間嘅愛。初代教會嘅聖徒們正因為領悟到呢一點，所以即使生活有幾咁唔舒適、唔安逸，佢哋都願意行咁樣嘅信仰之路。宇宙入面有幾多粒星星呢？喺數千億個銀河系中，好似地球同太陽咁樣嘅行星不計其數。喺多達2000億顆行星裏面，地球只不過係微不足道嘅存在。但上帝竟然為咗尋找我哋而嚟到呢個地球上。單單係上帝嘅嚟臨，已經叫人愧不敢當，非常感謝。初代教會聖徒們領悟到，世上無論幾咁寶貴嘅事物，都冇辦法讓佢哋同基督嘅愛分離。當佢哋正確理解呢份愛嘅精神，同埋對上帝嘅愛嘅時候，佢哋得到乜嘢呢？得到信心。仲得到咗乜嘢？得到天國盼望。我哋要愛上帝。如果冇對上帝嘅愛，我哋嘅信心就冇辦法成長，亦都唔會有盼望。咁，我哋應該要點樣愛主？我哋嘅上帝呢？盡心、盡意、盡性、盡力。耶穌話：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如果我哋心入面冇上帝嘅愛，亦都唔理解嗰份愛，我哋就無法繼續行信心之路。結局就會好似加略人猶大一樣，中途背叛上帝，無法行完福音之路，最終翻去罪惡世界，度過咗愚蠢嘅信仰生涯。上帝本來可以喺天上享受舒適嘅生活，但卻穿上肉身嘅帳幕嚟到呢個地上，決心為我哋受苦。即使被世人嘲笑、蔑視同毀謗，父親母親上帝都決心保護子女直到最後。正因為有天上父親同天上母親神聖嘅犧牲同愛，先至有今日嘅我哋。初代教會嘅聖徒們，因為領悟到呢一點，先至能夠擁有世界不配有嘅信心。呢個時代，上帝賜予我哋偉大嘅使命，就係吩咐要將福音傳遍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啱啱我哋透過使徒行傳，見到保羅為咗完成上帝賦予嘅使命，不惜付出自己嘅生命。
邊個可以讓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呢？世上冇任何嘢能夠將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上帝施予我哋嘅愛係幾咁巨大深厚，我哋點可以離棄或者無視呢份愛呢？所以使徒同先知以及初代教會嘅所有聖徒們，即使喺各種社會不利條件同危險之中，都冇因為咁而產生一絲恐懼。唔理解上帝之愛嘅情況下，我哋好容易放棄。喺唔知道父親母親曾經為我哋做過啲乜嘢嘅時候，只會諗今日係星期六，所以我要去教會，唔係為咗自己嘅救恩同赦罪，而係睇在引導者嘅份上而去教會。我認為呢個係非常錯嘅方向。我哋要確信上帝嘅愛，問下自己，上帝係點樣引導我哋嘅呢？上帝因為我哋拋棄咗點樣嘅天國榮耀？因為我哋犯下嘅罪，行過點樣嘅贖罪之路、犧牲之路呢？當我哋逐一去思考呢啲事嘅時候，就可以領會到羅馬書8章嘅記錄，無論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上帝約定，無論遇到點樣嘅試煉、患難、逼迫，只要我哋時刻銘記上帝嘅愛，上帝就會引導我哋返去永遠嘅天國故鄉。蘊含上帝所有教導嘅就係新約。新約真理中蘊含咗彰顯上帝之愛嘅犧牲之血，同埋基督嘅肉。正因為新約真理中蘊含咗上帝用自己嘅肉同血拯救子女嘅愛，所以我哋要重視並忠實地遵守新約嘅律例、規例同法度，直到世界嘅末了。對於新約中蘊含嘅上帝嘅愛，我哋要常常心懷感謝，亦都要好似羅馬書8章所記錄嘅一樣，講出呢個世界上冇嘢能夠將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上帝係幾咁愛我哋，先會嚟到呢個地上？點解上帝喺1500年漫長嘅舊約歷史中，成為咗無數嘅犧牲祭物呢？因為要付出咁多嘅犧牲，新約先至得以確立。各位，新約並唔係憑空出現嘅，並唔係突然有一日喺馬可嘅角樓上話，呢個餅係我嘅身體，呢杯係我嘅血，新約就會出現。肉身嘅角度嚟睇，可能係咁，但喺屬靈嘅世界入面，係通過上帝無數嘅痛苦、流血犧牲，先至能夠建立新約。當我哋查看舊約嘅祭祀制度，同埋新約時代使徒們充滿信心嘅行為嘅時候，就能夠發現，擁有對上帝完全嘅愛，先會擁有信心，而擁有呢種信心，先能夠心懷天國嘅盼望。無論周圍有點樣嘅毀謗，我哋嘅信心都唔應該因為咁而冷卻。希望我哋嘅信心能夠因為愛上帝而日益增長。我哋對上帝嘅愛無論有幾大，都只不過好似兔仔張開雙臂一樣。無論我哋自稱對上帝嘅愛有幾高，都只能達到兔仔跳嘅高度。
但係，即使上帝賜俾我哋咁偉大嘅愛，上帝都冇炫耀或者表現出嚟。如果上帝每日都話我對你嘅愛有咁多，我哋可能承載唔到上帝咁深厚同廣闊嘅愛。上帝就係咁樣默默地、超然地愛我哋。我哋要不斷發掘呢一點，經常思考我哋能夠為父親母親做啲咩？點樣先可以令上帝喜悅？點樣先可以將榮耀歸於上帝呢？並要為咗恢復曾經享受嘅榮耀而付出努力。其中最重要嘅就係父親同母親嘅愛。當我哋領悟到父親同母親嘅愛，我哋就可以變返做本身美麗嘅模樣，即永遠天使嘅模樣。希望我哋都能夠擁有比初代教會聖徒強7倍嘅信心、愛心同盼望，成為拯救世界嘅先鋒。今日嘅講道到此結束，多謝。